往柴灣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。前往柴灣的列車即將到達，請先讓車上的乘客下車。The train to Taiwan is arriving.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. 請企喺黃線後等候，唔好企近月台閘門。為確保安全，切勿將手或任何物件放喺閘門上或伸出門外。請在黃線後等候，不要靠近月台閘門。為確保安全，不要把手或任何物件放在閘門上或伸出門外。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